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平安。在今天，你的生命如何？在今天，你有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与祝福吗？当我们聚在一起，就让我们一起来到主人面前，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，一起将我们的生命、将我们的心交在上帝的手中。让我们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赞美，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来经历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祝福。我们一起透过这首诗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齐来敬拜。小山都要来赞美，太阳、月亮、星星来赞美，海洋与河流起来赞美耶和华。大山、小山都要来赞美，太阳、月亮、星星来赞美，万物要歌唱，起来赞美耶和华。哈利路亚，我要唱。哈利路亚，我要跳；哈利路亚，我要大声欢呼赞美。哈利路亚，我要唱；哈利路亚，我要跳；哈利路亚，我要大声欢呼赞美。专心来爱他，将我的心献给他，将我每一天化作喜乐的诗歌。我要专心赞美他，我要欢呼赞美他，将我每一天化作喜乐的诗歌。哈利路亚，我要唱；哈利路亚，我要跳；哈利路亚，我要大声欢呼赞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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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上帝，感谢主，感谢上帝，赞美上帝。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，来领受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我要唱，我要跳，我要大声的欢呼，我要大声的赞美。主啊，让我们每次唱歌都发自我们内心，来到你面前，大大的来赞美你。主啊，让我们专心的来爱你，来爱你。主啊，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能够化成一首美丽的诗歌，来到你面前来赞美你。让我们带着喜乐的心来到你面前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愿主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，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。再次的将我们每位参与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主你手中，献上我们的祷告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今天6月6号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3章第13节到第22节。彼得前书第3章第13节到第2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如果你们热心行善，谁会危害你们呢？即使为义受苦，也多么有福啊！不要怕人的威胁，也不要惊惶，要有敬畏基督的心，以他为主。有人要求你们解释心里的盼望，要随时准备答辩，可是要以谦恭温和的态度回答，要有清白的良心，让那些侮辱你们、对你们作为基督徒所表现的好行为妄加毁谤的人，自己觉得惭愧。如果行善而受苦是出于上帝的旨意，这总比作恶而受苦强多了。因为基督也曾一举而尽全功地为罪而死，是义的代替不义的。我要把你们带到上帝面前，他的肉体被处死，他的灵却被救活。他曾以这灵去向那些被囚禁的灵传道，这些灵不信从上帝，就是在挪亚造方舟时，上帝耐心等待着的灵。当时进入方舟的人不多，只有8个人，他们从水里获救。这水就是预表洗礼，这洗礼现在拯救了你们，不是洗涤你们身体的污垢，而是以清白的良心向上帝许愿。这洗礼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了你们。耶稣基督已经到天上去，如今在上帝右边统辖所有的天使和天界的执政者和掌权者。我们今天经文在使徒行传，在彼得前书第3章第13节到第22节。让我们再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。在今天经文当中，其实我们慢慢的可以看到一些东西，其实在当中也都让我们在学习我们怎么样来专注在上帝的面前。其实许多时候都是让我们回来一看，聚焦在上帝面前，专注在上帝的面前，而不是只在看世人的怎么样。所以很多时候，当我们在看这世上的一切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你的生命会很软弱？因为别人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你。然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，虽然我们受苦，但是重点是这受苦是从哪边来的？是从人还是从上帝？而这样受苦当中，我们要怎么样来荣耀上帝的名？因为在这很多事情当中，其实我们在前2天看到的是我们的生命该如何，男人的生命，女人的生命，在这当中怎么样来活出基督的样式？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有这上帝的馨香之气？所以不是在做给人看而已，而更重要的是真实的活出那美好的生命。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其实都会让我们带到一个地方去，进到我们信仰的核心来。不是一直在做外在的给别人看，不是你要穿得多漂亮给别人看，不是你要一直带个十字架你才是基督徒。就像以前我们也会讲，并不是我一定要穿着牧师服人家才会知道我是牧师，而是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在我们的言谈举止当中，在我们所活出来的过程当中，人家会看到你就是一个基督徒。所以这当中，其实在教会我们也蛮常讲2种身份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你是基督徒，真实的基督徒，而不是在于你是什么样的职分。而在当中，当然我们在许多事情当中，因着我们在教会的这些职分所衍生出来的这些职分，但是最重要的是因着我们信基督，我们生命被基督来触摸着，来得着，我们生命要活出不一样。当然我也不会说你一定要现在做到这不一样，但是在你的生命当中，我相信当你是一个爱读经的人，你是一个爱祷告的人，慢慢的你的生命会被上帝来炼净，被上帝的话来充满，你的生命会开始不一样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。其实这边在讲到说，如果你们热心行善，谁会危害你们呢？如果你们热心行善，如果你们真的照着上帝的教导来做，谁会危害你们呢？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这句话是不对的，因为即使我们热心行善，还是会有很多人来害我们，很多人来在我们身上出手。但是当中也让我们看，即使这些人出手了，上帝会不会与你同在？上帝会不会为你化解这些困难？当我们在看到大卫的生命的时候，会发现其实有从扫罗王开始，全国之前我们也分享过，扫罗请全国之力要来抓捕大卫，已经危害他的生命了。但是上帝为他开路，有许多时候已经快抓到他了，但是上帝出手，在他当下，让扫罗王不得不收兵回朝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，虽然我们生命里面会遇到很多的生命的情况，但是上帝他会出手来帮助你，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这许多的事情。其实在我生命里面也是如此，其实有很多时候有一些人在出手要搅扰要伤害，但是我感谢上帝保守了我的心怀意念，保守了我的生命，保守我在当中所服侍的。虽然这些人出手，但是上帝在那当中。或许我们会觉得怎么会这样，但是在这整个事情当中，我们看到的是那些人损失的更多。所以我们看到那些人在做那些糟糕的事情的时候，上帝不知道吗？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也看到
有时候所看到是自己的不顺服。当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也回想到，哇，这不就是上帝之前让我所经历的吗？让我所领受的。所以在那过程当中，也就是自己的不顺服，让自己去遭遇这更大的问题。但是当中，上帝依然掌权，而在当中，上帝惩罚了那犹大，上帝惩罚那些出手伤害你、损害你的人。所以在这里面，让我们看到，如果你热心行善，如果你热心的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在上帝国的事情当中，谁会危害你呢？因为上帝与你同在。这边讲到说，即使为义受苦，也多么有福。不要怕人的威胁，也不要惊慌。其实我们都会担忧很多，都会想很多。而在当中，在讲到说为义受苦，也就是为上帝国的事情，不是为了谁而受苦。有很多人会把那些炭放在你的身上，会把那些很多事情奇奇怪怪的事情放在你身上，会跟你说啊，你不是牧师吗？你就该去承受这些。不对，不是因为牧师要承受这些，不是因为你是谁要承受这些。其实很多人会用这样大帽子戴在你的头上。其实当我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也回来反省，不对，那些人说的不是。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，不是因为你做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而要受苦。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某些事情，上帝让我们在当中去受苦，而在当中在看到的是为义受苦。当然我们受苦都是因为，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某一些人做了一些事情，而这些人他们所做的并不合上帝的心意。他们去做了这许多这样的事情，就像我们这段时间在读的列王记一样。其实列王记里面的王，在以色列国的这些王，从耶罗波安开始，一直到亚哈，甚至到后面的亚哈兰，圣经里面都讲到说，他们所做的是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，他们自己犯罪，也带领以色列人陷在罪中。所以因着这些人这样做，让以利亚、让俄巴底亚、让米该亚、让这许多的先知受苦了，而也让那7000个没有跪拜过巴力、没有亲吻过巴力的人受苦了。这些人他们持守着这样的义，这样才能够说为义受逼迫，为义受苦，是多么的有福。因为上帝纪念他们，因为上帝使用他们，在需要的时候，上帝也拣选他们，来呼召他们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看到以利亚他面对了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也很慌张，他也很担心。但是上帝说，不要怕人的威胁，也不要惊慌。许多时候我们会思想许多，面对到工作的问题，你的上司或你的下属或什么的在当中出手，上司要压榨你，你的下属要抢你的位置。其实在你的周遭也会遇到许多这样的事情。这边说不要怕人的威胁。其实当我们看透了，会发现这些人的害怕，很多人他们的威胁是因着他们的害怕，是因着他们的生命的不完全，是因着他们生命的软弱。就像我遇到那些女人一样，有一群女人，她们让我看见的，她们一直在欺负别人，她们一直在伤害别人，但是我看见的是她们生命里面的不安全感，她们生命里面有许多的缺乏，让她们讲出来的话非常的恶毒，甚至也伤害了许多她身边的人。我相信她老公也被她伤害，她的小孩一定也被她伤害，因为她的生命的展现就是如此。所以昨天的经文才会讲到说，其实女人不用说太多话，从你的生命里面去展现出来。男人呢，也该如此。
从你的生命里面要展现出来基督的馨香之气，而不是要跟人家争什么。所以这边在讲到说，即使为义受苦，也多么有福。确实，我们要跟着上帝的脚步来走，跟着上帝的脚步来走，你就知道该怎么走。所以，怎么样来跟着上帝的脚步来走？就是我们每天这样一点一滴的累积上帝的话语，进到你的生命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的生命该怎么样来调整。上帝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修剪你的生命？因此，要有敬畏基督的心，以他为主。有基督的心，有敬畏上帝的心，你才有办法在当中去经历那些的时候，知道有许多刚刚有讲到说，有许多的人帮你设了许多的局，然后也套了大帽子跟你说你是某某某，所以你应该受苦。其实当我们听到这些话，当你慢慢的有那属灵的敏锐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句话是错的。这句话是这个人的软弱，这个人的陷阱，他要挖洞给你跳。在当中也看到那个欺骗犹大的灵就在当中，欺骗了他，蒙蔽了他的心，因为他想要争取他想要的东西，但却争取不到，所以他用了很多的心计，用了很多的心思在当中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更重要的这边在提到说，要有敬畏基督的心，以他为主。要有敬畏基督的心，以他为主。所以这边很重要，让我们去看见要有基督的心。所以在当中，你怎么样有敬畏基督的心？在当中，你怎么样来活出基督的样式？其实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你可以会有点点滴滴，那许多美好的见证在你的生命里面。所以这边说，有人要求你们解释心里的盼望，要随时准备答辩。在那时候的人，他们可能会为真理而答辩。用我们这时代来讲，更简单的说，你要随时准备好你的见证。当有人在询问你的时候，就要跟他们来分享你的见证。在你生命当中，你怎么样来得救？上帝怎么触摸着你？上帝怎么样来到你的生命里面？你怎么样来领受？有许多人会分享在他生命当中怎么样去经历上帝，上帝怎么医治他。有些人会分享说，在他的苦难当中，他如何的去经历上帝的同在，在他的担忧害怕当中，怎么样来领受这样的平安。所以其实在生命里面，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当中有非常多的见证，但是我们一样也记不得，因为我们没有预备，我们没有去思想，没有数算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当我们这样慢慢的去数算上帝恩典之后，我相信你也会有非常多的见证。当有许多人在询问你为什么要信主，为什么要去教会，为什么怎么样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跟他分享，在当中也带出一些你的见证。所以在当中，当我们在跟他谈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有些人会讲到面红耳赤的，整个血压都上来了，就是要跟对方争的你死我活。但是这边讲到说，要以谦恭温和的态度回答。其实也在简单的在讲，就是不要去争，不要去吵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讲到后来会很生气，说你是听不懂是不是？但是这边在讲到说，不需要这样子，你好好的把你的话讲出来，好好的把你的见证来讲出来。所以要有清白的良心，让那些侮辱你们、对你们作为基督徒所表现的好行为妄加毁谤的人，自己觉得惭愧。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要更加的被炼净，更多的让上帝来带领。其实我们都很害怕被人家讲话。其实我也听说有很多人真的会去说啊，
那个教会的牧师怎么样，那个谁怎么样。其实当你去盘点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其实也有很多人在讲你坏话。但是你要去听那些吗？那些讲的人，其实就像我刚刚讲那些一样，那一群人，其实他们生命有很大的问题，所以他们希望把别人讲得很糟很糟很糟，让自己好像很好一样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把别人讲得很糟的时候，并不能衬托出你的好，因为其实你没有什么好的。当你在讲这些的时候，你不也就是如此而已吗？所以我们无法从讲别人的坏话当中，让别人看见你的好。就像我以前在听人家讲话的时候，其实我听到这些人他在讲别人怎么样，讲得很难听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面也会在想，所以接下来会不会就是他们在讲我讲得很难听？所以当你跟他们同流合污的时候，下一个受害的可能是你，应该说必然就是你，因为当你没有跟他们在一起，他们就会讲你讲得很难听；当你跟他们在一起，他们就不会讲你讲得很难听吗？而当你跟他们在一起，有可能也是彼此讲一些东西，而你也跟着他们一起堕落了，你也会去讲别人讲得很难听。所以在你的生命，你要活出这样子吗？所以这边说要有清白的良心，要有清白的良心，让那些侮辱你们、对你们作为基督徒所表现的好行为妄加毁谤的人。其实那些不信主的人，其实他们会有很多那些话语。那些不信主的人，很多时候就用很多话语在调侃基督徒，在讲基督徒怎么样怎么样。其实就会有很多这样的东西一直在充斥在当中。但是在这里面，我们也是努力的去做，努力的去做。其实也就是不用去管那些人怎么说，我们要回来领受上帝怎么带领你，怎么对你说。所以我们要抓到更重要的，在你的生命当中要被上帝来带领。所以在当中，让我们来被上帝来带领。如果行善而受苦是出于上帝的旨意，这总比作恶的而受苦的强多了。所以这当中一直在讲到说，为义受逼迫的，其实是上帝祝福的。但是你做错被惩罚，那很自然啊，本该如此。所以这当中讲到说，行善而受苦是出于上帝的旨意，总比作恶受苦强多了。很多人会觉得一样被关啊，一样有前科啊，但是你的出发点是什么？你的动机是什么？一样被关，但是是为义受逼迫被关，还是因为你去伤害人，你去打了人？在当中为着许多冤屈的人说话，然后被抓起来被关，或者是因着你的嘴巴你守不住，你去骂人，然后被关，这两个就很不一样。所以在这里面在讲到说，其实行善而受苦，为着上帝的义，为了上帝的国而受苦的，跟其他那些是不一样的，并不是我们做了错的事情，而是我们为了基督。因为基督也曾一举而尽全功地为罪而死，不是为了他的罪哦，是为着世人的罪。所以他所做的，他也是如此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说，当你看到基督，当你看到保罗，看到这许多的使徒的时候，他们站起来为着上帝国来说话，来做事，
为着这许多，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，那我们所受的逼迫已经不算什么了。所以看到基督是以义代替不义，要为你们，要把你们带到上帝面前。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耶稣献上的祭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或者是上帝透过摩西所颁布的那一些赎罪祭、赎愆祭等等的这些，就是要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让我们的灵被上帝提升。虽然肉体被处死了，他的灵却被救活了。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，向着罪死，向着基督而活。所以他曾经以这灵去向那些被囚禁的灵来传道，其实也让这许多的人能够有机会回到上帝的面前。因此在当中，我们看到基督为我们所摆上的这些灵，不信从上帝，就是在挪亚造方舟时，上帝耐心等着的灵。当时进入方舟的人不多，只有8个人，他们从水里获救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的生命里面，其实不愿意降服，不愿意顺服。当有机会的时候，也不愿意；当有机会的时候，还在耻笑别人。这灵是不是你的生命也是如此？不信从上帝。所以上帝用了许多方式，基督用了许多方式，也派遣了许多的人，就像希伯来书在说的，多次多方对人说话。所以用了许多的方式，许多的机会来对我们说话，那你要不要去听？你愿不愿意领受？所以这边彼得在说，当时的方舟的这个水，这个大洪水，就像洗礼一样，这水预表的就是洗礼。当时上帝透过这水，把这块土地洗净了，把这块土地洗净了，拯救了你们，不是洗涤你们身体的污垢，而是以清白的良心向上帝许愿。所以水不单单是把人的身体洗干净，更重要的是把我们的心灵洗干净。所以我们常常是觉得身体洗干净就好了，但是你的心、你的灵也要洗干净。所以也就是我们以前有在讲到说内在意志，也在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来洗干净。当我们在接近自己的时候，更重要的是你的心、你的灵，要让上帝来帮你洗净，让基督的宝血来洗净、遮盖。所以是以清白的良心向上帝许愿，这洗礼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了你们。而耶稣基督已经到天上去，如今在上帝右边统辖所有天使和天界的执政者、掌权者。所以这也是耶稣在离开之前在说的，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人做了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，凡我所教训你们的，都要教训他们遵守，直到末了。所以这当中也让我们去看到基督就是如此，耶稣为我们所摆上的，后续他也被接上天去了。所以这当中让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？各位弟兄姐妹，在当中让我们看到基督为我们所摆上的这一切，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不用害怕为义受逼迫，但我们也不用成为那逼迫人的。许多那些逼迫你的人也会跟你说，你不就是应该要受苦吗？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，对，我们应该要受苦，但是也不是从你的嘴巴出来，因为你
让我们受苦的那一个。你就是那个犹大。犹大是不是也可以跟耶稣说：“你不就是要上十字架的吗？”但是耶稣所做的，最后也让犹大很难过，他也觉得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？所以，我们常常是成为犹大这个位置的人，我们常常是成为那伤害别人的人，但是我们也常在当中跟别人说：“你不就是应该要受苦吗？”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也让我们有一点时间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当我们透过一节一节这样去思想的时候，有没有去看见上帝在对你说话？在当中也跟我们说，要有敬畏基督的心，以他为主。当人家想要了解的时候，趁这个机会去分享你的见证。在面对许多的攻击的时候，我们也持守着我们该做的，在当中也活出这许多基督的样式来，活出这美好的见证。虽然耶稣也受害了，但是他进入在那荣耀当中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有一点时间进到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为我们钉上十字架，让我们去经历我们的生命。或许
也会有这样的经历。让我们与你同定十架，走上十架的道路。或许这十架不是我们想要背的，却是我们所要经历的。是许多人把我们拱上去，让我们死在那当中。主啊，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不像你一样，我们许多时候也会想逃脱，许多时候我们也会咒骂那下面的人，旁边的那些人。但是主也让我们去思想，你与我们一起来担，你也经历过这些，这许多莫须有的话语，这许多抹黑的话语，许多攻击的话语，也如同你所经历的这些一样。主，让我们生命里面更多的去经历主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所见到的，也让我们在当中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。让我们在当中有敬畏基督的心，以基督为主。让我们在当中必须明白，如果行善事而受苦是出于上帝的旨意，而在当中我们要在这里面来欢呼快乐，不因着受苦而得罪上帝，而是在当中去享受与你同在的时刻。主，我知道这些都不容易，但是我们愿意将这些来摆上。亲爱的主，恳求你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也接受这喜，水里的喜，灵里的喜，从这当中去经历圣灵更大的充满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有着许多基督徒的生命出来，也因着这些好品性去影响周遭的人，也让这许多的人觉得惭愧。主，让我们活出这生香之气，让我们活出这美好的旨意来。感谢主，主要为着每一位参与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，愿主你祝福在我们当中。献上我们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让我们每天来到主的面前，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在每天我们给上帝空间，给上帝时间，也愿上帝将我们分别为圣，赐福在我们当中。愿上主赐福于你。